1930年喺南美大陸展開嘅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全球帶嚟無法估計嘅破壞，不過亦都將世界幾個大陸都連結起嚟。而喺一戰結束之後嘅1930年，另一場世界大戰喺南美洲嘅小國烏拉圭一觸即發。呢個就係第一屆嘅世界盃。第一屆世界盃點解會出現呢？除咗係因為世界大戰將每一洲嘅國家嘅距離拉近之外，另一個元素係1924年嘅巴黎奧運會足球項目上面，第一次有歐洲、南美洲、北美洲同非洲嘅球隊一齊參加。最後嚟自南美嘅烏拉圭仲喺歐洲嘅土地上面擊敗瑞士，贏得金牌，成為當時實際上嘅世界冠軍。因此，國際足協主席祖利士雷米就產生咗不如舉辦一個世界盃嚟玩玩嘅念頭。經過4年嘅爭取同埋準備，國際足協喺1928年5月26日，亦都係當年奧運會前夕，正式宣布將會喺1930年假烏拉圭舉行第一屆世界盃。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為咗俾烏拉圭慶祝100年嘅國慶。由此可見，世界盃其實一開始就同政治掛鈎啦。雖然世界盃係一件盛事，而家幾乎每支球隊都想踢世界盃，不過喺接近100年之前嘅當年就另一回事。當年仍然受到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加上要去嘅地理位置偏遠嘅南美洲，只能夠花費大量金錢乘坐郵輪出發，而且來回或者需要幾個月。對於其他州份嘅球隊嚟講，根本係難以負擔嘅奢侈夢想。所以第一屆賽事有很多歐洲國家，就算收到參賽邀請，都決定退出。只有祖利士雷米嘅祖國法國以及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同比利時願意俾面參加。北美洲嘅美國同墨西哥由於旅程較近，所以亦都願意參賽。再加上同樣嚟自南美洲嘅阿根廷同巴西等6個國家，都總算湊到13支球隊參加第一屆世界盃。13支球隊分為4個小組比賽，所以當中只有1個小組係有4支球隊，其餘3組就只有3支球隊角逐。但唔理4隊或者3隊，總之只有小組首名先可以晉級4強。因此比賽競爭情況係相當激烈。地主國烏拉圭連續喺1924同埋1928年2屆奧運會足球項目奪金，加上擁有主場之利，自然係奪冠嘅大熱門。佢哋亦都喺分組賽輕鬆擊敗秘魯同羅馬尼亞晉級，而且喺4強以6-1大勝擊敗咗2支南美球隊晉級嘅南斯拉夫。踢咗3場比賽，只係失咗1球。能夠阻止烏拉圭前進嘅恐怕只有佢嘅鄰國阿根廷啦。阿根廷分組賽擊敗法國、墨西哥同埋智利，4強亦都以6-1大勝分組賽2戰全勝嘅美國晉級。阿根廷喺4場比賽入咗19球，進攻能力相當驚人。結果烏拉圭同阿根廷呢一對被1河相隔嘅宿敵國家上演咗一場精彩嘅決賽。烏拉圭喺12分鐘先由多拉多先開紀錄，阿根廷只係花8分鐘就由佩烏塞來追平。第37分鐘，斯塔比萊嘅窄位射門為阿根廷半場結束之後以2-1反超前。雙方喺各方面都要爭個你死我活，甚至連比賽用球都要用邊個都要爭。由於當年係冇指定用球，所以最終決定上半場用阿根廷嘅足球，下半場改為烏拉圭嘅足球。反正就係冇邊個攞到着數就係啦。到咗下半場，烏拉圭或者踢到自己嘅足球之後走如神助，由塞亞同伊利亞特嘅入球帶嚟反超前。相反，阿根廷喺下半場運氣好差，連續有3名球員因為受傷無法比賽。由於當時係冇得換人，所以阿根廷後來只能夠以8人應戰。而且喺完場前1分鐘，喺13歲嘅時候被電鋸咗去嘅手臂獨臂刀加斯楚把握機會再入1球，令到烏拉圭最終以4-2贏得世界盃冠軍。阿根廷嘅斯塔比萊就以8個入球成為入球最多嘅球員。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係冇季軍戰，所以美國同南斯拉夫並列季軍。不過到咗1986年，國際足協卻宣布以2國後來嘅世界盃綜合成績嚟追封美國1930年嘅季軍，相當搞笑。雖然第一屆世界盃舉辦嘅時候遇到好多困難，
亦都冇非洲、亞洲同埋大洋洲嘅球隊參加。不過踢咗18場比賽就吸引咗超過59萬人次入場觀賽，平均每場比賽就有超過32000名觀眾，亦都算係相當成功同埋熱鬧啦。